美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就是旧历7月初1。对着这个话题，最近台南美术馆强势主题展览请甲掠袂调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一日就是诗，强势的诗第一条。诗就是死者的身躯，咱讲新诗，意思就是尸体意思。另外，新诗嘛当讲是物件的结果，小可有负面的意思，像讲规间厝互人拆甲无新鲜。另外，尸体打气无烂，咱讲是阴诗、强诗，嘛有人读做强诗。法医检验尸体确认死因，咱讲是验尸。带大家做伙来了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路旁尸，字面的意思是讲路边的尸体。这个词是袂人亲像无命共款的歹听话，嘛有人讲是死路旁。第二个词读做懒尸，会当讲是病单，嘛会讲是无精神、无懒无内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真懒尸，要食唔讨趁，要活唔叮当。爸母气甲挡袂牢，每亲像是路旁尸共款，足变大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诗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